咱再来关心罢免上新的进度，中选会审议目前计共是有19个国民党的立委甲洪庭街新竹市长高虹安，各2个民进党的议员的罢免案，第一阶段的审核通过了。有9个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搁爱补件。以罢免案送件的时间来看，3月初3到初9，至少会搁有3个民进党的立委，搁有13个国民党的立委，第一阶段的审议会有结果。 即马伫全台湾有立委的罢免风潮，国民党青年军对于罢免台北市双吴立委吴思瑶、吴柏益是毋是达到第一阶段的条件，到即马也无接到中选会通知。因过因为顶回227中选会公布的结果，9位无达到标准会当罢免案的拢是另外的立委。地动三峡团队也赶紧伫咧拜六先联署国家罪联署书，以防止需要补件。既然都要补件。 我们宁可早一点开始准备，在周末的时候，吴思瑶的部分，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补件，远远超过需要补件的件数，因为2900件已经比当时我送件的2836还要多。我想我非常的平常心，我也非常相信我们北投天母乡亲的判断。那他们号称他们联署多少人，我都予以尊重。 但我还是要补充，这实在是跟现场的状况有很大的一个差别。根据中选会审议结果，目前包括19位国民党的立委、新竹市长高虹安，一个2位民进党的议员，总共22人的罢免案第一阶段拢通过。另外9位民进党立委爱补件，推估伫3月初3到初9，至少也个包括吴思瑶在内3位民进党立委。 一个包括罗志强等13位国民党立委的第一阶段审议有结果出来。好，我刚刚也是在挨家挨户送感谢信哈，我现在推一个100万步走大案哈，周年成绩报告。罢免本来就公民的权利啦，那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联署，那我们也尊重。 那我认为说一阶段的部分的话，在我的评估当中，我是已经不去考虑这些了，我是直接当作会有罢免投票来准备。你会觉得说我轻易用一个走路秀，我就可以好像就转移掉那整个焦点，忘记说这实在是太侮辱大人的智商了，就没办法忍受，你知道？罗志强展开100万步行出大安的计划来反制罢免。民进党党团总召关建民伫最近发出讲，赖清德将会表态，而且大立场。 但是吴思瑶只敢回应讲，等成案了后，赖清德会全力听每一位被罢免的另一立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